全港大概有13000人咧有帕金遜症，即使咧服用藥物，但好多人咧佢哋嘅活動範圍都非常之受限，甚至乎咧終日唔敢出街，驚會跌倒啦、碎步啦等等。帕金遜症被視為咧多巴胺神經元退化嘅疾病，症狀咧包括手震啦、身體僵硬啦、碎步啦、平衡力唔係咁好啦等等。今日咧，我哋從一個非醫學嘅角度，從源頭咧講下有啲乜嘢性格咧容易引致帕金遜症。喺中國幾千年嘅文化入邊咧，情志會影響一個人嘅身體嘅健康狀況。喺西方嘅醫學入邊，佢哋都有類似嘅發現。一個人嘅價值觀啊、性格啊、情緒等等，會引致咧身體咧某類型嘅疾病。等陣間咧喺個 video 入邊咧，大家會睇到更多嘅解釋嘅啦。喺呢條影片，除咗咧你會知道有啲乜嘢性格咧會增加帕金遜嘅風險之外咧，仲會同大家分享喺屋企可以有啲乜嘢方法，簡單嘅訓練可以增加多巴胺嘅分泌，從而咧減輕照顧者嘅壓力。為咗解開性格影響到帕金遜症呢一個謎團，我特登花咗超過40個鐘頭睇咗多份外國嘅研究報告啦，超過20個鐘頭同帕金遜症嘅病人啦同埋屋企人咧做啲訪談，再加埋呢8年嘅瑜伽指導經驗，希望呢個影片對你哋有所幫助。我哋嘅性格喺邊度得翻嚟嘅呢？咁呢個咧就要睇翻我哋個基因啦。我哋嘅基因嚟自於邊度？就係嚟自我哋父母啦，咁父母嘅基因咧又嚟自於父母嘅父母，即係爺爺嫲嫲、公公婆婆，以及咧歷代嘅祖先，甚至乎可以追溯到遠古嘅生物。我哋一出世，個個人都帶住遺傳嘅基因，呢樣嘢我哋冇得選擇，亦都冇得揀。有啲似咧，好似咧玩啤牌咁樣，你得到一副牌，而且咧你只可以咧用呢一副牌。但係有樣嘢就係你可以用唔同方式去打呢副啤牌，呢個咧就係環境對我哋性格影響嘅作用。研究發現咧，多巴胺基因，尤其係 D2 受體嘅基因，可能同帕金遜症咧有關係。但係大部分嘅帕金遜症咧，亦都會受到環境因素同埋咧基因呢個因素咧兩個因素咧相結合，而唔係淨係單單基因突變嘅原因。最近咧有朋友同我講，佢話佢屋企人咧自從有帕金遜或者其他身體機能退化嘅疾病之後咧，除咗食藥同埋做物理治療，都唔知點算好。眼見屋企人咧佢身體越嚟越僵硬啦，行路又開始好碎步，着衫越嚟越困難，仲成日不斷流口水添。於是乎，我就試下喺瑜伽動作基礎上加入多巴胺刺激訓練嘅元素，配合埋性格觀察，發覺對身體啦同埋對心理嘅效果咧，似乎都幾滿意。有一個患者家屬佢同我講啦，以前同患者行街出街食飯啦，患者只可以行直線，有陣時要轉左或者轉右，屋企人咧就企喺度好耐，轉唔到彎，隻腳咧好似唔聽使咁樣，根本拎唔起。而家行路仲識得轉彎，所以咧想分享咧更多帕金遜嘅小秘訣咧俾大家。帕金遜咧唔係絕望，亦都唔係冇希望。其實咧仲有好多方法可以重拾有質素嘅生活。頭先講完基因咧會影響性格，性格咧又可以咧引致或者咧加重某啲疾病，尤其係負面嘅情緒都會加重疾病嘅。呢啲唔係我講啦，越來越多醫學嘅研究證明。某啲情緒，例如跟住落嚟講嗰幾種，會咧引發或者加重唔同嘅疾病。喺1974年，大概50年前度，有2個美國好著名嘅心臟病專家，佢出咗一本書。本書咧就將人嘅性格分開咗 A、B 2個類型。有其中一個類型咧同癌症有關係添啊！你聽落去你就會知道嘅啦。A類型嘅性格咧，佢哋通常就比較急躁啊，好容易發嬲啊，少少嘢呢樣又唔中意，嗰樣又唔中意啊，或者係對每樣嘢淨係好多投訴啊，睇最唔好嘅地方。譬如我哋廣東人最容易嘅啦，覺得呢個朋友唔好啊，嗰個親戚又唔得啊，嗰個人又有啲唔好嘅嘢啦。而呢個態度咧，呢個態度雖然性格係無色無味無形，但係咧佢會引致我哋嘅壓力激素，身體嘅壓力激素咧分泌提高，導致到血液
嘅血壓升高啦，長期以來會點樣呢？引致高血壓、心血管病。畫面上見到咧係其中一個客戶，佢有柏金遜幾年嘅啦。最初佢同埋屋企人咧都覺得呢個病冇晒希望啦。我仲咧好搞笑咁樣問呢位先生有冇諗過坐輪椅唔使咁辛苦啊嘛？跟住呢個先生同我講，佢話日日都有咁諗，但係佢知坐咗之後咧就翻唔到轉頭，所以咧好想做翻啲咧就針對性嘅訓練。於是乎，我就為呢個先生咧設計咗一系列嘅課程啦，包括畫面上見到呢個動作，我叫佢呢個足球先生動作，因為呢個動作咧靈感來自於研究報告，同時咧呢個動作亦都係足球訓練嘅指定動作之一。因為安全第一嘅原則，所以咧雙手就扶住張凳，然後咧用隻腳咧就踩落去顏色紙上邊，既安全得嚟又可以咧訓練到隻腳嘅靈活度，咁行街轉彎都唔使驚啦。同 A 類型啱啱相反嘅就係 B 型性格，佢哋就比較樂觀知足啦，唔太慢又唔太快，比較隨和，容易啲相處，得失心又比較淡，情緒上自然就比較穩定啦。內分泌系統佢唔係咁容易失調，通常身體亦都比較健康，所以咧 B 類型嘅性格咧亦都稱為長壽性格。除此之外，現代嘅醫學咧亦都提出咗 C 同埋 D 型嘅性格。C 型性格咧好容易記嘅，因為咧 cancer 癌症嘅 C 字母開頭，亦都代表 C 字型 C 型嘅性格，所以 C 型嘅性格亦都叫做咧癌症性格。通常咧呢類人咧就比較中意啦，忍氣吞聲啊，逆來順受啊，好多嘢咧都收埋喺心度啦，唔講出嚟嘅，會壓抑自己嘅情緒啦。長期以嚟嘅話，慢慢積埋好多負面情緒咧，導致心入邊有啲抑鬱啊，或者咧進而影響自律神經系統同埋咧免疫系統嘅運作。除咗容易內分泌失調，造成膽囊炎、膽結石、消化系統潰瘍之外咧，免疫系統識別癌細胞嘅功能咧，亦都會跟住一齊弱化，導致咧唔可以咧及時清除異常突變嘅細胞。加上啦長期不良情緒，佢容易促進腫瘤細胞嘅生長，所以容易咧患癌症啊。根據咧某啲研究嘅調查指出啦，C 型性格患癌嘅風險咧比一般人高出係3倍咁多。我記得咧幾年前，我同一間香港嘅研究機構，呢間機構有成20幾30年嘅研究歷史，我同佢申請一份咧性格分析嘅報告。咁佢針對我報告，佢針對我性格，佢就咁樣講啦。佢話我呢個人咧嘅性格模式咧就係好容易習慣性地針對其他人啦，思想非黑即白，淨係咧睇到自己嘅立場，淨係睇到自己嘅個角度，凡事都係以我做一個出發點。同埋一有見到人哋有啲咩唔啱地方咧，我就會咧揾證據證實其他人有幾唔啱，容易抱怨啦，用言語廝殺其他人啦，唔甘心啦等等，呢啲咧都係乳癌特質傾向嘅特徵嚟嘅。我睇完呢份報告之後，哇！我覺得好震撼喎！哇，有乳癌冇人想啫嘛。跟住咧，我多啲留意自己嘅性格，好彩 touch wood 到今日咧都未有癌症發生。跟住咧，我哋講下 D 型。係啦 ，D 型一個憂鬱嘅性格啦。通常呢類人咧比較咧內向啦、怕醜啦、壓抑自己嘅情感，唔會成日表達出嚟㗎，比較悲觀啊、沮喪、緊張、焦慮，睇事情咧亦都比較負面同埋消極。調查指出咧 ，D 型性格咧容易引起一啲心嘅疾病啦，例如心絞痛啦、心肌梗塞等等啦。不停流口水亦都係咧柏金遜常見嘅問題之一。有啲乜嘢可以訓練？譬如啦，就好似畫面見到，就係將個嘴擘到最大，然後咧大聲出嚟。經過幾次訓練，圖片呢個嘅客戶咧，佢已經可以做到22秒咁耐啊！我哋跟住嚟介紹3個 Top B 嘅性格，頭嗰3項。第一個性格就係個人比較驚青，好多恐懼心。恐懼心咧就好似俾個頭腦咧戴上一個緊箍咒，一遇到一啲陌生嘅事情或者未接觸嘅事情咧，就會驚得好犀利啊！美國科學家去發現，我哋對事物嘅恐懼心唔係一定咧嚟自於個人嘅經歷，亦都可能咧由上一代嘅遺傳。喺美國曾經咧有一個好出名嘅實驗，科學家佢俾啲老鼠聞一啲櫻花嘅氣味，跟住咧就電擊個老鼠，令到老鼠咧對呢個櫻花氣味咧有恐懼感。10天之後，將呢啲老鼠交配，跟住咧繁殖下一代，結果發現咧呢啲鼠二代居然對呢啲氣味咧會感到恐懼啊！
更加誇張嘅係呢啲咁嘅恐懼記憶咧，仲可以遺傳到鼠3代、鼠4代。解剖發現，話呢啲老鼠個頭腦入邊偵測氣味嘅腦區同埋咧神經細胞，的確係變大咗同埋變多咗。亦都係話，如果爸爸老鼠對呢個氣味嘅恐懼記憶，居然可以直接遺傳俾個仔，而呢個仔鼠2代係從來未受電擊過。做完呢個實驗之後，有人走出嚟話啦，呢個可能唔係遺傳所造成嘅，可能咧鼠爸爸培育鼠2代嘅時候，可能有啲行為因素影響咗佢咧。為咗排除呢個可能性，咁實驗室嘅工作人員佢又進行另外一項實驗咯。喺呢一次，佢將經歷過電擊氣味學習10日之後嘅老鼠精子佢攞出嚟啦，然後送去另外一個實驗室嗰度咧進行人工嘅受精，以杜絕咧任何即係鼠爸爸對仔女嘅行為影響。結果發現呢啲根本唔知道爸爸係邊個嘅鼠2代嘅頭腦當中，負責偵測氣味嘅腦區同埋神經細胞一樣係變大同埋變多咗。照計喺另外一個實驗室入邊由人工受精出世嘅鼠2代根本冇可能受到爸爸嘅行為影響，所以佢哋對氣味嘅反應應該咧就係透過遺傳得翻嚟啦。第二個帕金遜性格嘅特質咧，就係悲觀啦。舉個例子咧，大家就會容易啲明白啦。開會嘅時候，點解老闆咧成日都望住我嘅咧？喺我哋嘅思想入邊就會諗啦，我係咪做錯嘢咧？情緒就會變得緊張啦，不安啦，進而影響我哋嘅行為，例如會耷低頭啦，嘗試躲避老闆嘅眼光，身體就會有手震啦，或者係心跳加速，夜晚瞓唔着，頭痛。慢性壓力唔單止咧會改變神經傳導物質嘅劑量，例如血清素同埋多巴胺，仲會咧稀釋埋大腦神經化學物質嘅濃度。我其中一個客戶，佢有帕金遜，佢後生嘅時候咧，佢做啲金融嘅產品，經常咧用腦啦，亦都非常之大壓力啦，大壓力到咧夜晚2、3點都瞓唔着，個頭腦咧不斷咧喺度諗緊聽日要做啲咩，幾時要做乜嘢啊！喺佢60幾歲嘅時候，被診斷為帕金遜。佢同我講，佢話佢好後悔後生咁拼搏，點解而家咁後生，即係60幾歲啦，照顧唔到屋企人，反而要屋企人照顧佢。思想悲觀嘅人咧，仲有一類人咧，佢哋會思想比較負面，佢哋好容易咧將人哋嘅行為演繹為居心叵測，呢個人不懷好意，覺得呢個人又想呃佢，嗰個人咧又想攞佢着數。人哋明明幫緊佢，佢都覺得好似人哋針對緊我啊，幫得唔夠多、唔夠全面、唔夠好，唔係我想要噶。呢一種諗嘢負面嘅人咧，好可能咧會成為心臟病患者。研究表明，對人咧懷有敵意啦，或者係處處提防嘅人，內心承受其實更多嘅壓力，從而導致身體入邊會分泌多一種嘅叫做 C3嘅蛋白質上升。呢種蛋白質同心臟病、糖尿病有好大嘅關係。根據研究，第3種帕金遜成日出現到嘅性格就係咧唔想接受新事物，或者係比較難適應新嘅環境。我教瑜伽嘅時候咧，經常有句説話掛喺嘴邊嘅，就係咧想身體放鬆，個心先放鬆。一個人嘅肌肉如果比較硬嘅話咧，可能同思想咧欠缺彈性有關係。當我哋習慣咗一種嘅生活模式啊，或者咧一種工作嘅模式，會越嚟越唔願意咧跳出原有嘅狀態，然後就會發現，哇，想嘗試新事物變得越嚟越困難。其實都好正常㗎，每個人咧都有惰性，我都有。接受變化，梗係唔及得維持原狀咁容易啦。嗰樣嘢我唔識㗎嘛，梗係會令人感到不安同埋恐懼。呢個亦都係咧點解咁多人咧唔願意改變。諗一諗，如果咧見到一個新同事，或者你公司派你一個新嘅工作，或者學習一個新嘅技能，或者甚至乎換一個咧唔同牌子嘅新手機，認識新朋友等等，呢啲其實都會俾我哋感受到有啲壓力㗎喎。好似我咁樣啦，我因為要剪呢條片，所以咧要學一個新嘅剪片工具。打開個軟件，幾十個掣都唔知用左邊先啦，定係右邊先。你唔好話用啦，我見到我都覺得好大壓力啊！我平靜咗，唞幾個呼吸之後，我發覺其實如果我唔識嘅話，咁我咪去 YouTube 嗰度查下咯。如果真係唔識用，咁我就去問人啦。結果我發現其實嚟嚟去去都係用嗰幾個掣。我而家又唔係剪電影大片，剪簡單嘅片段啫。呢樣嘢令我咧學習到一課，就係唔識嘅話就去查，或者咧厚住面皮去問人，其實都可以解決問題嘅喎。我呢排咧睇多咗量子物理學嘅書，
入邊係咁樣講嘅。佢話咧喺量子物理學入邊，我哋大腦入邊咧會有好強大嘅磁場。呢個磁場係點樣嚟嘅咧？係由神經元細胞入邊帶住電荷嘅蛋白質分子或者咧脂肪分子咧，經過震盪所產生。簡單啲講咧，想象一下，我哋頭腦咧本來就好似一塊黑板咁樣嘅。我哋一出世嘅時候冇咁多價值觀啊，冇應該唔應該，冇好同唔好啊嘛。但係咧經過我哋嘅思想啦、情感啦、知覺啦，呢塊黑板咧寫咗好多嘢上去啊。越多思想就越多壓力，令到呢塊黑板寫到密密麻麻。我哋一開始都提過啦，帕金遜患者咧其中一個特徵咧就係多巴胺神經元退化。根據最新嘅研究，多巴胺替代治療可能可以展現翻患者對新奇事物嘅追求，從而咧刺激多巴胺嘅分泌。譬如啦，外國咧就有一個案例，一個咧62歲帕金遜患者，佢係服用完多巴胺嘅藥物之後，原本咧就係一個退縮型嘅性格，突然間好熱衷學習西班牙話啦，又去攀石啦，甚至乎咧畫啲抽象畫。神經學家 David 佢就講過啦，因為多巴胺咧唔單止咧係動作嘅開關，更加係大腦好奇心嘅燃料。帕金遜嘅治療可能重新激活原始嘅探索本能，但藥物咧亦都有個副作用嘅，有部分嘅患者咧可能會出現咧衝動控制障礙，例如啦病態購物變咗個購物狂啦。睇到嚟呢一度，你可能會問啦，如果唔想有藥物副作用，喺屋企有冇啲簡單方法可以咧激活好奇心，從而咧激活翻多巴胺呢？原來係有㗎。根據咧科學嘅研究，神經可塑性嘅訓練可以刺激多巴胺 D3 受體增生。根據一項2023年嘅研究，連續8個禮拜訓練之後，患者認知嘅靈活性測試分數提升到27%。咁呢啲方法係咪好難㗎？係咪要有好多器械啊、好多儀器先做到㗎？其實唔需要㗎，有啲簡單嘅方法。譬如啦，咁跟住落嚟同大家分享幾個屋企都可以做到嘅方法。每日都有一項陌生嘅刺激，唔係一啲好難嘅事。譬如試下啲新嘅菜式啦，例如果係每日食嚟食去都係嗰幾味，不如今日試下食下泰國菜啊、披薩啊等等。總之咧轉下口味，唔好淨係食嚟食去咧都嗰幾樣。第二個例子就係咧用非慣用手寫字。如果好似我咁樣用開右手寫字嘅話，試下用左手寫字，係啦。咁試下寫一隻字，試下寫兩隻字，甚至乎試下寫下自己嘅名啦。右手寫完一次，左手又寫。咁呢樣嘢唔限時間嘅，保持一個咧開心愉悅嘅心情去做嘅話咧，更加有效果。第三個方法就牽涉到咧環境工程學。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將屋企加入一個探索元素，例如每個月換下啲家具嘅位置，譬如將張梳化由左邊搬去右邊，或者將個櫃由一邊搬去另外嗰一邊。總之調下啲家私嘅位置，刺激咧嗰個患者自主探索。帕金遜咧被視為多巴胺神經元退化嘅病症，症狀咧就包括手震啦、睡步啦、身體僵硬啦、平衡力咧比較差少少。近年嘅研究發現，多巴胺替代治療咧可以幫助患者發掘咧新事物嘅好奇心。我特登咧準備咗一份簡單屋企都可以做嘅探索訓練計劃。撳下邊嘅連結，你就可以知道呢份小冊子嘅索取方法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